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0年11月16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节到第4节，第9节到第10节，17到18节。士师记第4章第8节到24节，罗马书第2章第1节到1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属于上帝的人。罗马书大约是伫主后57年左右写作的。写作的地点保罗是伫哥林多所写的批信。收批的人当然是罗马的教会的信徒。罗马是保罗足想要去的所在。保罗伫第2摆宣教的旅程的中间，伊到伫哥林多了后。伫这中间，伊拄着侪对罗马被要求撤退离开的这的人，特别是伯吉拉夫妇两位。可能是安尼的原因，伊接触着因两位即个搁侪对罗马出来的犹太人，因为罗马政府甲因赶出来犹太基督徒伫迄个所在，伊来甲。伫哥林多甲保罗有交往，所以保罗有对罗马的教会有一寡了解。伊也真盼望伊会当有机会去拜访罗马教会罗马的城市是即个罗马帝国的首都，当然外邦人的比例就相对会非常的悬。这互咱必须爱倒转来伫《使徒行传》第18章第6节的经文，咱看见着保罗伫哥林多教会宣教的代志，特别是伊伫第2摆宣教的旅程的中间，伫即个哥林多的即个点，即1冬半来讲，对保罗的宣教有一个真大的转变真大的转变。保罗会通讲是受气啦来对即个哥林多的罗马人来赢伊的衫来甲因讲，若是恁灭亡罪无伫我啦恁家己负责对打了后，我要到外邦遐去这是咱伫拜5的查经的中间拄讲到即个部分。好啦，保罗时常会提到福音是先对犹太人，然后到外邦人，也是伫罗马书讲希利尼人啦保罗捌伫罗马书中间侪摆提到安尼的概念咱会当对罗马书的第1章16节第2章第10节也是讲保罗伫即个罗马书第10章12节13节，伊安尼讲，伊讲犹太人甲希利人并无分别，因为众人共一位主。伊好款待一切求叫伊的名的人，因为求叫主名的就要得救。咱注意听迄句，求叫主名的就要得救。伫罗马书第10章有真重要得救的概念，伫遮保罗咧传达。伫宣教的旅程的中间，保罗一再受到犹太人的诬告、迫害、干扰。哥林多教会宣教这1年半的中间，伊搁再一摆拄着犹太人的阻挡，所以伊就修正伊的宣教路线伊的宣教路线，伊讲打了后，伊要往外邦人去宣教。咱要当来思考是讲，到底上帝看重什么人，还是讲什么人是属于上帝的？是犹太人吗？犹太背景的人对外邦人要加入教会的要求，就是爱要求外邦人必须爱接受割礼，成做犹太化的外邦人。注意听犹太化的外邦人，这
实在毋是上帝的旨意。第一摆的保罗的宣告旅程转来了后，因就去讨论着即个问题。对安提阿来到耶路撒冷，第一届耶路撒冷大会已经解决即项代志啊！受割迄是归属犹太族群的做法，毋是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牧师讲一摆。接受割礼是归属犹太族群认同的做法，毋是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是啥物？其实保罗伫罗马书讲真清楚，是割礼吗？当然毋是啦，吼，也毋是诚做犹太化的人，也是犹太人。咱千万毋通误解旧约圣经的意义啦，吼。遐个愿意接受上帝的人，愿意接受基督救恩的人，遮个人拢是属于上帝。士师记第4章第8节到24节的记载是真趣味的一段记载，当然这是一个战争啦，吼。第4章咱第24节的这中间记载，上帝怎样差遣2位女性来实行伊的救赎。故事的背景就是伫以色列的第2位士师以弗，伊死了后，以色列人佫再度离开上帝，去做上帝眼中看做歹的代志。就是因为安尼，因佫去互迦南王统治了20年。以色列人就伫遐哀哭来求救耶和华上帝，上帝应允要来救赎因，但是上帝却透过女先知，也是讲女士师吼。来甲巴拉讲，我要互迄亚宾的将军西西拉来带领伊的战车全军往基顺河，到伫你遐去。我要将伊交伫你的手中。但是呢，巴拉即个士师并无有信心。伊甲底波拉讲，你若甲我去，我就去；你若毋甲我去，我就毋去。这个是一个。实在是毋是一个查甫人应该讲的话吼。经过战争了后，外邦迦南的军长西西拉的军队拍败啊，西西拉逃亡，走去一个希伯的某雅亿的即个帐棚内底，结果去互即位女子来甲伊杀死。因为安尼，迦南王亚宾也就互以色列人的军队来甲伊拍败。上帝确实无骗大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查甫人还是妇人人，只要愿意相信上帝、顺服上帝、甲上帝同行的，拢是归属于上帝的人，拢要得胜。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0年的11月1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3篇第1到第4、第9到第10、17到18节，士师记第4章第8到24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属上帝的人。我们先讲罗马书的背景哈。简单的说，罗马书的背景，它是写于这个主后大约在57年左右哈。那写作的地点，保罗是在哥林多写信给罗马的哈。当然，收信人呢是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信徒们。保罗在第二趟的这个宣教旅程当中，他到了这个哥林多。这个期间呢，因为遇到罗马皇帝呢要求所有的犹太人要离开罗马，所以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从罗马撤退或是逃难也好了哈来的这个百基拉夫妇。或许因为这样的因缘机会，这样的情况之下，他接触了许多从罗马出来的基督徒或是罗马的犹太人犹太的基督徒。让保罗虽然还没有去过罗马，但是对罗马的教会有一些了解。
并且他因此有了探望拜访罗马教会的一个期盼。罗马城市是罗马帝国的首都，所以想当然尔，这个地方的外邦人的比例势必相对的非常高啊，相对的高。从犹太人在讲罗马的外邦人，这有一点像台湾人到美国讲外国人一样啊，怪怪的啊，不就是一个本位主义的想法啊。这让我们必须回到《使徒行传》第18章第6节记载，看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宣教的情形。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当中，保罗在哥林多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他对这个哥林多的犹太人这样说道：说要是呢你们灭亡，罪不在我，你们自己负责吧。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从今以后，我要到外邦人那里去了。就是说，保罗已经调整了他的宣教的方向。我们记得他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一定是到了罗马，到了这个犹太的会堂里面，然后去跟他们辩论圣经辩论复活的基督等等这些事情。那正如保罗常常提及的，所谓的福音呢，是先从犹太人，然后就到外邦人。保罗曾经在罗马书中多次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如同保罗他在罗马书的第1章第16节、第2章第10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0章第12到第13节，他更提到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并没有分别。这个就是今天的重点因为众人都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OK， 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一个是选民，一个是外邦人，没有分别。答案在最后面，保罗在第10章，罗马书第10章非常强调的得救的概念，就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因为宣教旅程，保罗一再的受到犹太人的诬告啦、迫害啦、干扰啦。在哥林多的宣教这1年半当中呢，他是一个转捩点，他再度的遇到犹太人的阻扰，因此他修正了他的宣教路线。到底上帝是看重谁？看重选民吗？或是说谁是属上帝的人？选民吗？当然是，可是其他人就不是吗？ OK， 犹太人或是犹太背景的人对于外邦人要加入教会有一个非常要不得的一个想法，他们要求外邦人必须要接受割礼，成为犹太化的外邦人。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归属犹太教的做法，犹太族群的做法，并不是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牧师再讲一次，接受割礼是归属犹太族群的做法，并不是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是什么？归属上帝的必要条件是什么？是割礼吗？当然不是，绝对不是。也不是成为犹太教犹太化的人。我们千万不要被那种就是说误解旧约圣经的意义，然后去误解了圣经的意思。那些愿意接受上帝的人，愿意接受基督救恩的人，都是归属上帝的。我们再看到另外一处的经文，今天
的经文，士师记第4章第8到24节。这个记载其实是相当有趣的哈。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呢，记载了上帝如何差遣2位女性的同工仆人来施行上帝的救赎。故事的背景当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第2位的士师以误死了之后呢，以色列人就开始又远离了上帝去做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那后来就被迦南王统治了20年这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哀哭求告上帝。上帝应许要将他们救赎出来。上帝透过女先知后来成为女士师告诉巴拉说，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跟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里。上帝的应许是非常清楚了，可是巴拉却没有信心告诉底波拉这位女先知。后来因为这样子变成女士师他说，你若与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句话有点像小孩子在跟妈妈说的一样那当然经过战争之后，就如同上帝的应许，巴拉跟这个女士师在这个外邦人的军长迦南的军长西西拉的军队把他们打败了。西西拉逃亡了，逃到一个叫做基督人西百的妻子雅意的帐篷里面，结果竟然被这位女子所杀死这被杀死的这个将军，当然军队就溃散了。所以这个迦南王耶宾也被以色列的军队怎么样制服了。上帝确实是不偏待人的，无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无论是男人或是女人，只要愿意相信顺服上帝，与上帝同行的，都是归属上帝的人，都必要得胜。